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下床预防跌倒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爸，按做今尾天时当好，上爱下面床行行啊，穿一下难紧无？去到就上飞通啊，下床行行啊，快动一下然后。好，我拿呀面床头绕起来，床栏并下来。我扶你放起来哦。我吃到头那轻轻无，我先坐到面床上休息一下。因为水太久，一下坐放起来，头那重重，有点昏昏。我下面床行路前，一天我先坐到面床上，至少5分钟，本身体恢复渗透感。每先做得停通一下脚骨，本脚嘅血气流通一下。你下吃到样板，头那还会轻轻无？唔会，你下唔会咧。我来咱天数做鞋，爱做得预防打滑的鞋，将唔会弯倒。夫每爱注日莫作跳床，将唔会扳倒。好，希望你。双脚并到体内档，本脚慢慢习惯。数负担出行去，天天的起起来。爱注意出行去的位数，目标长拳。爱有空间本太极臂好出力。好，我试看下咧。起来后，先负担主行去起2到3分钟。係啊，本身體老雙腳習慣，那係跌倒啊，係是麻煩咧。唔是急，慢慢的來。有進步哦，愛多練習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病人久病卧床，在下床走动前，身体需要适应，此时会叮咛他在床边坐着休息，让身体恢复平衡感。会说，要下床走动前，一定要先坐在床边至少5分钟。爱下面床行路前，一天爱先坐伫面床上至少5分钟。爱下面床行路前，一天爱先坐伫面床上至少5分钟。叮咛病人穿着适当的鞋子，以免滑倒。会提醒说，要穿可以防滑的鞋子，才不会滑倒。爱着做得预防打滑嘅鞋嘅，將唔會滑倒。愛着做得預防打滑嘅鞋嘅，將唔會滑倒。照服員叮咛要注意褲子的長度，以免走路時絆倒。會說，穿褲子也要注意，不要穿太長，才不會絆倒。作夫要愛注意，唔好作太長，將唔會絆倒。作夫要愛注意，唔好作太長，將唔會絆倒。照服員請病人先扶着助行器，再慢慢地站起來。此時會說，手扶着助行器，慢慢站起來。數扶等助行器，天天的起起來。數扶等助行器，天天的起起來。照服員提醒，站起來後不要急着邁開腳步，先扶着助行器站2到3分鐘，讓身體和雙腳適應。會說，站起來後
先扶着助行器站2到3分钟。起起来以后，先扶等助行器起2到3分钟。起起来以后，先扶等助行器起2到3分钟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病人久病卧床，在下床走动前，身体需要适应，此时会叮咛他在床边坐着休息，让身体恢复平衡感。会说，要下床走动前，一定要先坐在床边，至少5分钟。外下面冲行路前，一天外先坐伫面冲孙最少5分钟。外下面冲行路前，一天外先坐伫面冲孙最少5分钟。叮咛病人穿着适当的鞋子，以免滑倒。会提醒说，要穿可以防滑的鞋子，才不会滑倒。为咗做得预防大发嘅海药，就唔會滑倒。為咗做得預防大發嘅海藥，就唔會滑倒。照服員叮咛要注意褲子的長度，以免走路時絆倒。會說，穿褲子也要注意，不要穿太長，才不會絆倒。囑咐咪要注意，唔好着太長，就唔會絆倒。囑咐咪要注意，唔好着太長，就唔會絆倒。照服員請病人先扶着助行器，再慢慢地站起來。此時會說，手扶着助行器，慢慢站起來。手扶等助行器，停停地企起來。手扶等助行器，停停地企起來。照服員提醒，站起來後不要急着邁開腳步，先扶着助行器站2到3分鐘，讓身體和雙腳適應。會說，站起來後，先扶着助行器站2到3分鐘。企起來以後，先扶等助行器2到3分鐘。企起來以後，先扶等助行器2到3分鐘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，大家記得多看幾遍，認真練習哦。